来看家己的落脚，因为迄个所在较无协劳力，即教育资源欠缺。天主教安道基金会为着要照顾这偏乡的囡仔，伫咧落脚的原来国小成立课后照顾辅导班，希望替即寡隔代教育、经济弱势或者是新住民的家庭，提供互囡仔更较充足的教育资源。老师一个接一个协助学生囡仔来完成伊的功课。落脚乡的原来国小替1年甲2年的学生开办放学了的辅导课程，要来协助一寡家庭较弱势的囡仔。我们这边的孩子，因为有大概一半以上，他们就是家庭功能比较不健全，所以他们在家庭辅助这一块是比较弱的。然后我们透过这个课后辅导的部分，我们会陪孩子做阅读，然后写功课。原来国小表示，落脚乡因为高龄化甲人口外流的状况，一寡低年级的囡仔读半工放学了后，拢是阿公阿嬷在照顾，较无法度提供囡仔功课方面的协助。为着偏乡囡仔的教育，天主教安道基金会就协助学校开办这个辅导课程。咱知影讲政府部门，因为咱的经费是有限的，所以阮家己本身嘛是会搁陆续来找安尼资源。其他的校校若做讲有安尼需求的时阵，当然会来甲咱提出来甲咱讲，阮去评估若需要，阮也是来扩展。学校这个部分，伊就免搁找另外搁找经费，家长嘛免搁加负担。对囡仔来讲，囡仔嘛加一个这个下课以外因会让加一个学习的机会。安道基金会表示，偏乡一寡家庭因为功能无完整，加减会影响到成长的囡仔，所以除了功课以外，阁会加入生命教育甲品行教育，希望除了减少家庭甲社会的负担，嘛会当提供囡仔更较好的学习环境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